你有冇發現陀螺最近突然間爆紅啊？唔係錯過，係真係再 hit 過啊！其實原因好簡單，有3樣嘢推到佢翻山啊。第一係情懷殺啊，以前細個玩爆旋陀螺，而家嗰班已經大個，有錢有消費能力，見到新版一出，直接課金回憶，彌補細個要就住買嘅遺憾啊。第二，新一代嘅設計勁好多啊，依家嘅陀螺唔再係隨住慣性嘅喐動，新嘅陀螺盤設計加埋加速軌道，可以打爆對方嘅設計同埋相應閃避，再加復活策略，令到觀賞度大增啊。第三，社交媒體嘅推波助瀾啊，一切嘅開始源於一位台灣嘅網友，新年期間俾細路串去玩陀螺好廢啊，上網希望陀螺專家幫手，用成年人嘅金錢買翻最嘔心、最無解嘅陀螺嚟打到呢個細路夢想幻滅，成為一時嘅佳話。從此之後，爆旋陀螺就變咗流量密碼啦。IG、Fresh、YouTube 一堆落坑翻生，全女打擊飛，睇到停唔落手啊！依家好多地方都有實體對戰場，加埋 Fresh 呢個平台，隨時 call 馬揾對手。爆旋陀螺變成唔再只係得玩具，係一種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嘅交流，可以用嚟識朋友嘅興趣。所以唔係陀螺翻生，係我哋成班人一齊回歸童年。唔知你細個嘅時候有冇用過屋企嘅鑊去玩爆旋陀螺呢？聽到呢度，你哋會唔會想一齊加入做陀螺戰士呢？